骨嘅。咁但係你見到現場我哋都好多太太們喺度㗎嘛，太太可能喺屋企平時都會好勤力做家務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家務其實都係一種勞動嚟嘅，就唔係運動嚟嘅。會唔會又有一半個嘅運動活動可以教下我哋啲太太點樣去做舒展下筋骨咁咧？我諗其實最主要太太有好多時都會啲腳比較攰啲嘅，好多時咧譬如我媽咪都有，我媽咪有時都會抽筋，腳瓜攏嗰啲位，咁我就成日都教佢要鬆一鬆大腿同埋後邊嘅韌帶啦。咁其實好簡單咧，其實你只要抹開落嚟，你 feel 到後邊個大腿嗰個位係有啲掹住咧，就可以低啲，但係又唔好戳得咁緊要，慢慢落。咁每朝起身都做下呢啲運動，即係交換腳咁樣。如果再難啲嘅就係當然就可以做下合平間啦，咁我可以練埋個 pat 肌，個 hip 可以實淨啲。哇，係啊，咁啊媽媽又學咗嘢啦喎，翻去又可以做下呢個 hip 可以緊一緊啦。咁好啦，今日教完我哋做呢啲簡單嘅運動之後咧，我相信大家其實咧都好想見到你哋除咗玩遊戲、教運動之外，係聽下你唱歌嘅。咁啊，送上一首歌啦，因為呢段時間都係小心，呢段時間都係暑假啦。咁我自己暑假咧就非常之開心嘅，因為係我到而家現時為止嗰段時間係玩得最癲啦，同埋最乜嘢都唔知道諗嘅。咁希望呢首歌送俾各位嘅小朋友喺呢個暑假裏面都開開心心。我的快樂年代，希望你做。讓我有個美滿旅程，讓我記着有多高興，讓我有勇氣去喊停，沒有結局也可適應，難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時間尚早要張開眼睛。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寧願一路凝望遠的我，離時代遠遠沒人間煙火，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讓我對這世界好奇，讓我信自己的真理，讓我有個永遠假期，沒有看誰也可嬉戲，從今天開始相識，當作別離，時間就似活多一世紀。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路，寧願一路凝望遠的我，離時代遠遠沒人間煙火，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願我多謝晒。無論日子是如何經過，寧願在驚覺當中的我，沉迷或放棄亦無可不可，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願我可以繼續咁多嘅。
住送俾大家另一首歌，就係啱啱好電視劇嘅。多謝。唱我自己歌先拍手掌啦，係咪？咁啊啱啱今年年頭就播咗一套叫《單戀雙情》啦，喺馬來西亞最勁嗰啲，咁亦都係我唱咗第一首嘅插曲，送俾大家，差半步，希望大家中意。講少少嘢先啊！原來呢個全真天地係好大喎，今次係我第一次嚟到2期，頭先我去咗1期喎，咁兜咗好多個圈，原來哇！我知道原來全真2期喺呢度，即係啱啱喺對面啦，係大好多，因為我之前就係去過1期，咁啊今次希望可以嚟過2期之後咧，下次有機會又再去翻1期嗰度再表演，咁就最好。咁到時你哋會唔會嚟㗎？1期喎，會唔會啊？多謝你哋，送俾大家差半步。Hello， 上面朋友你哋好。Hi。天灰了，合着眼睛。忘記了初沒有天晴，黑暗下無力提防淚水浸沒愛情，最痛的回憶化作雨滴，還差半步，我要孤身走進荒蕪，但偶遇你。從在海星聽讚歌，像風吹起，叫我哭泣，使我感動，令我又再放鬆，再度期待抱擁一點空洞，劃破黑色的晚空，讓我安心去目送，遺憾中每段起伏。在新一天，愛上今天的美好，共你應該會做到，求能讓愛好好繼續。識唔識唱啊？頭先冇啊。當天並沒信心，誰信有可能遇上他人？當你在，才讓殘存漸悲變做勇，不怕讓愛走得這麼近。差半步，我要孤身走進荒蕪。在彩色的下坡，像風吹起，叫我哭泣，使我感動，令我又再放鬆，再度期待抱有一點空洞，劃破黑色的晚空，讓我安心去目送，遺憾中每段起伏。在新一天，愛上今天的美好，共你應該會做到，求能讓愛好好繼續。天光了，望着曙光，找到你。跳下同床，好好Thank you， 多謝你哋。哇，冧到暈啊，占平，好犀利！咁啊，請你留步啦，因為呢個時間咧，大會就想送翻啲嘅禮物俾你啦。多謝你嘅。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有請市區重建局物業及土地高級經理蔡雅德小姐 Ada， 有請。呢個係全新
盧遠芬小姐 Angela， 有請兩位為佢哋致送一個精緻嘅紀念品俾你嘅。哇，好靚喎！多謝多謝曬，死隔離。咁先睇企喺中間嘅位置啦，我哋一齊影張合照啦。我哋企前少少啦，係咪啊？我哋企前少少嘅位置，唔該曬佢哋咁多位。好啦，我影完呢一張相過後咧，我哋今日有請市區重建局嘅其他同事一齊嚟到台上面影一張嘅合照嘅。我有請其他嘅